经祭天江西人，本姓张，名兴昌，少年节自南北文化，二宗主水母偏我，以多疑敬气爱情，是北族文人。自立受书为第六组，以记祖师传以为天下文，乃属兴昌来次书，书心通有理记书，即今神庙坐间时夜幕，兴昌入祖神，将入家海。书节修持，兴昌非正食三，小徒所顺，书愿正业不暇，邪业不净，诸父离经，不负离命。兴昌正救离风骚，求爱悔过，即愿出家。书随有经愿，逆邪气，巧多疑，还害逆逆可考虑，逆气而来，我道业事，兴昌并指消毒，后道经出家，苦干精进。这是第一段啦那么第一段就是咧讲迄个咱这个出家人这个祭天，那么伊过去咧，伊是迄个带入江西省的这个所在，那么伊姓上俗名伊姓张叫做兴昌，那么伊少年的时阵咧会使讲兴业。那么伊在细汉的时阵呢，少年的时阵呢，伊任业统治了那么自南北文化，二宗主水木偏我，水母偏我，自南北就是讲，咱着做大师家，新秀大师呢，那么因呢本来是师徒的这个关系，那么。咱我做来从这个心法，那么传统咱做以后呢，那么大部分呢南分北向之分虽然讲一个是南面要到爱就是北面要到南，因拢无基础，拢无讲啥物人是祖师啥物人。啥物人较好，啥物人较坏，嘛，比如讲，有即个，有即个分别，但是呢，伊的道理，那么就起了即个精分，那么并且伊即道就讲，合作方式呢，将即个生活，这个医法呢，传授这个咱六祖的大师那么这个是一般呢天下界人拢知影的一件代志那么但是呢因这个地主呢就无如意安，所以呢有起万的这个心嘛所以呢因当呢将这个。新秀大师呢，家己是讲因是会当传承这个第六代祖，所以呢而且因即道书，所以呢想讲要来想讲呢来挑一个呢兴昌来上北个对啦兴昌。
那么要来刺杀咱做明大师。那么咱做明大师呢，伊有迄个行动啊，因为呢，要做明大师，国内讲其他行动，咱即摆伫咧修呢，当然啦。如果呢，咱的心内咱修到清净，一定不叫呢话呢，嘛可以，亲像呢，含咱的做明大师共款呢，有迄个行动，有呢，咱就是因为有凡事，所以呢，咱的心性是交，所以呢，咱的咱的这个心呢无清净，所以呢，要显出迄个本身迄个心会当迄个含天地色界分，那么这个是有所困难之处啦。所以呢，咱要做大师呢有迄个行情况，所以知影即件代志，所以呢，伊当然积极杂了，那么克里呢在tham情八德的这个所在，那么当咱的迄个暗示，有一人呢，那么因将呢，伊就来要来暗杀着咱个做明大师，当然呢，讲书来讲呢，就是讲咧刺杀着，并且讲是就是修行者来，伊要来刺杀着这个大师，当然伊嘛是。伊强的这个一面啊，因为伊的心就不净啊，所以呢，大师嘛知影，有来讲，事事尽真志。那么这个意思来讲，大师，那么伊阿妈本存等等，讲要来，讲要来谈，我咧甲想可能这是较无可能啊，但是伊这。书内底啊，写可能是因问的是啥物事，咱是无了解啦如果呢，要刺杀着做明大师呢，那么呢，拢刺杀无对所以呢，书呢讲正教不邪，邪教不净，几乎离经，不复离名啊，讲来是一个呢。正定，有邪教，有教义的这个正派的人，那么讲呢，要来刺杀着人做迄款的较正定的修行者的这个大师呢，有可能，那么这个教伊嘛开袂落啊，所以讲邪教不净。那么哪里呢？伊的心就是呢，有所偏啊，所以呢，咱要做明大师呢，伊当来讲，几乎离经啊，不复离名啊。那么呢，我这个呢，做明大师，伊是了解过去呢，我只是讲过去是我有欠你的钱，那么呢，现在呢，我即摆呢，将这个银两给予你，但是呢，我是无欠你的。那么，因为安尼，所以呢，咱平常呢，一时了呢，伊煞伊惊所以呢，咱遮呢，向去分去啊，分倒在地啊，那么呢，经过一段时间呢，伊当切以后呢，伊来考虑着咱个做明大师呢，会当来互伊有会有所以我发现，就是咱做明大师，
对有这修不小。但是咱们来
上，哦，如果哪去讲的话呢，哦，西史，有当时啊，咱一般的伫迄个佛经内底吼，伊讲西史一如啊，哦，那么西史一如本来伊就无，即个就讲啥物叫做西，啥物叫做史啊，哦，那么有啥物特点呢？哦，伊来讲一切诸法，哦，分别心，又搁是有常，哦，那么不是，伊搁是无常啊，哦，那么如果若安尼讲常甲无常，哦，有当时啊，或者拢会搞混啦，哦，那么咱要做佛明大师呢，哦，那么伊呢，哦，那么伫即个第三关呢，哦，重点就是讲，伫即个第三关呢，哦，伊有讲，哦，伊有讲，伊讲，哦，不善就常，哦，就善，啥物是诸法，哦，诸恶，啥物是善恶诸法，乃至于，哦，强迫无有一日发菩提心者，哦，讲就是无常，不所讲真常之道。甲一切诸法若无常者，不不该有就实，哦，永受生死，离真相实，又不偏之处啊，哦。咱来讲常甲无常，哦。那么善恶诸法，哦，伊是无常。其实常甲无常，哦，拢是出自于，哦，咱讲生甲死，哦。生嘛是对死内底的，哦，生，哦，就是讲有一句话讲，生就是死的这个开始嘛，啊死就是生的这个结束嘛，哦，咱讲常甲无常，有当时讲，哦，咱讲缘生缘灭，哦，其实缘生缘灭，哦，咱一般来讲。缘哪边就是讲死嘛，啊死就归纳为无常啊，啊若缘生呢，哦，就是哦归纳为生啊，哦，所以呢，生甲死一如本来就是一体性的物件，哦，那么呢，哦，伊就是一种呢，哦，伫即个常甲无常内底呢，哦，生甲死内底，应该讲的是有一个真常啊，哦，就亲像讲呢，哦。咱这个本性，咱这个空性，本来是一体的物件，哦，那么伊这个空性是，哦，生伫咱这个肉体内底啦，哦，那么哦，伊当讲是常啊，但是呢，咱这个空，咱这个本性，如果若离开咱这个肉体呢，就变讲无常，哦，那么常甲无常，这个肉体，哦，生甲死，哦，本来就是哦。就是一项物件尔，生死本来一如的物件，为虾米你要甲执着讲哦，生哦生就是常，哦啊死就是无常，哦这是一种咱迄个名相哦，他拄啊迄个赵夫有讲过嘛，讲那个是一个名相而已啊，哦，其实你不要把它主走在这个地方那个名相上面。本来它是空性的东西嘛，哦，生死一如的东西嘛，哦，那么，哦，伊是实体的物件嘛，哦，为虾米呢？你看那个，哦，讲本来有对立的物件，哦，生死的物件，哦，倒摆的物件，哦，邪道的物件，本来拢是相对的嘛，哦，啊相对，你看的东西都是实体的物件嘛，哦，所以讲呢，哦，伊绝对有咧。哦，真相，所以讲，伊当分呢，哦，咱就做，再来讲，哦，真相是有不偏之处啊，哦，伊是无偏，正面到无偏过面，伊拄啊徛伫这个中道啊，所以你袂使讲执着就生，啊执着就死啊，哦，执着就常甲无常，哦，如果若安尼呢，哦，安尼根本你就无法度开悟，哦，所以要达到开悟呢。这个现象就是呢，哦，讲哦，不讲嘛，我若不讲
所以讲呢，所以讲伊讲了凡了义教中，就是讲伊嘛咧讲就分，比如讲凡物啊，即是写上啊，即是写上诸二乘人伊，相见无价，强行八道，所以讲伊咧讲二乘人，嘛是咧讲社会甲人格，即两个赞成的修行者，伊嘛啊，个咧，无法度通去了解这个物件，啊，佫无法度去客气这个物件，所以呢，所以讲，即个了凡经内底，咱爱去了解个经济，就是讲，有上啊，化无上，那么达到迄个真上、真恶、真恶、真正，的即个项目。所以讲，伊讲呢，以断灭分相，加确定思想，彻解本下，依命最后，的理念，将咱前天有何所有？那么伊所讲的就是呢，所讲的就是即个项目啊，袂使客气啊，袂使客气如果人呢，上嘛是讲，家当作是思想，还是讲无常的即个错解，那么如果人呢，你就会当去，体会到，迄个真正的即个项目啦，所以呢，形象呢，那么即个修行者呢，伊可会来伊当讲呢，因守无上心不说有上心不知方便者。有春离实力，我今不是讲不成为现者，非书相信不了，我就无所定，书完内经贴量，以名记贴，贴内声义贴，这嘛是呢，互伊会当去启发去了解讲，啥物事，讲毋通一直咧执着伫迄个无上心啊，茫执着伫迄个上加无上，上加有上，那么你若执着，其实呢，我所讲的完全拢是一种方便法门，互你去启发，那么呢，如果你若当去了解安尼呢，那安尼呢，就亲像讲春离，实力就是讲，亲像咧一个躯内底你会当去